你那么一在你咋不？你在你咋不别个？阿爸阿妈认识不？咱们个娃里子别么只破瓜比，是这么家弗朗哦。咱们咋不别个别么呢？第个吃罗嘛，咱们咋不得别你什么啊喽？一话别个阿克人家嘛问你，阿爸阿妈认识不？他妈的咱们个别你什么啊喽？阿爸阿妈你若内苦瓜，咱们咋不点拉的？阿是一那么马色。就是瓜阿妈的一家来比个地多马色，阿苗瓜吃沙达嘛一直提着米伢喽，咱们嘛远听个牛肉饼个，咋喽瓜喽阿喽，过里边个米如咱们点拉听个，咋都瓜都不阿苗如意啦喽，阿苗瓜吃沙达个米，如咱们牛饼个阿爸阿妈认识不呢，一家个点嘛伢喽，咱们咋牛过吃罗拉斯，加个水果拉的。阿爸阿妈认识不呢？有啊的女多跟那家喽。过天时咱们咋不爱米嘎吃啦我？有啊谁托你妈做啦我？花里树做啦我？咱们咋不呢？有啊那个阿爸阿妈认识不？阿天米第二路比都家啦我？有啊别个阿天米第二路比家么啦我？过马里比马子，你咋你妈不提肉出提肉？你努力活那么马个别跟那家喽？过天时在提肉第二拉提。你那是一家人我，错付的活人我。提卡提花做了就是瓜，别马达嘛，咱们在提肉里边米拉喽。阿爸阿妈认识不哩家的，姑妈太姨、舅妈太姨、哥哥太姨，别是推了亚妈咪抓喽。推了亚天个有啊你妈妈啥？姑妈不得吃肉嘛，咱们在乎的，一把瓜鸡子、卤瓜子，过天时有啊无那米，只让我。他妈耶家，他妈耶马家比，咱们过啦我。在提醒耶，阿爸阿妈马尼沙马的马伊瓦那马马个，过里边个米提卡提花，罗马尼沙马的伊我伊亚特，罗咱女阿妈不得，嘎个瓦里真。在提花马伊我那马别个马个，处理样耶伊瓦米斯过拉斯，咱马煮瓜咱水啦我。阿爸阿妈你在你妈不得做不啦我，阿这是的什么？